宜湾国庆花以公青寮开发为例，因为地主担无公办单位，除了土地使用权受限制，权益受损，连带阻碍着地方发展，所以宜湾强烈要求公社改变，需要配合市地中位开发，也无地主可靠等待公办的失去意义。批评五位贴年纪内无灵的土地政策，要求公办、主办要双向并行，私办一定要建立严格标准。伫蔡淑慧议员甲你做这质询的时阵啦你安那唔知啊？讲针对公办中位地主的权益受损的时阵啦你安那唔知啊？你对我发报就对啦，这个部分你拢总无提起啦362公顷已经排定计划，马上就要实施，所以在民国74年这种不合理的，我们也请都发局做公社的这个检讨。好，谢谢。宜湾以横空南区效应，建立一地开发，未来9分领照将高达6000户，加上安南区海淀、海东国小已经压满，所以要求教育局一定要尽速规划9分高中小学，唔通搁再拖，甚至自己得因为施政效率加方向的错误，造成民调直落。对此嘛，看出市长并无认同议员的质问，有了脾气。正经就对啦但是咧台讲就对啦，领导解决就大多出来。无解决教育100年大计，当然经过好咱讨论规划你家是叮当才提出来啦。咱即摆迄个时阵，今年第一学校就今年就顾招生，咱即摆来规划第2笔的需求性有感觉着？是安那个无事。本身这个资料拢甲你办市政府批啦，是安那个无事。不管是土地中位政策，还是9分适合的标册，议员的质询拢交由市民公断。但系新闻管及刘品言采访报道。